惠州首家永輝超市調改店學習碰冬來一段時間之後呢，而家呢間店屬於惠州第一家，全廣東省第8家嘅，目前已經有超過100家嘅永輝超市經過調改噶啦。今日同大家以第一個視角同大家睇翻而家賣翻嘅商品種類啊，同埋一啲少少科普，睇下有咩賣。咁我哋第一鏡頭同大家一齊睇睇。咁開始探店前同大家介紹翻之前同而家調改後嘅區別啦。咁永輝超市係於2017年開業至今嘅，之前每日人流量都可以超過5萬人嘅喎。咁佢係屬於惠州市第一家、廣東省第8家嘅調改店。咁目前全國都係有超過100家嘅永輝超市調改咗噶。咁同碰冬來嘅商品重合率係高達80%嘅，全場係有9200幾種嘅品類可供大家選擇噶。咁員工嘅薪資都有所提升，係提升咗25%嘅。咁同時都有咗員工嘅休息區啦。咁同時佢嘅置物架而家係調整咗1.6米嘅，有更好嘅視野可以睇到成個賣場嘅環境，以及咧就商品區會有放大嘅，方便長者同埋老人家睇翻啲配料表添啊。咁同時佢呢邊都會教人哋點嚟揀水果嘅，咁好似呢啲啦，山竹你要黏下佢有冇彈性，同埋咧佢下邊呢邊有幾多飯，咁佢入邊有幾多飯肉喺入邊噶啦。咁到蔬菜區呢邊啦，佢可以明確同大家表示啊，佢係有機蔬菜同埋冇化肥嘅，以及咧佢係可以追溯得到佢哋嘅一個生產源流喺邊度。咁呢個話大家就安全又有保障啦。咁再往入邊行咧就係一個海鮮區啦。咁呢邊係超100種海鮮可以供大家去選擇嘅，以及呢邊係有服務區嘅，咁可以幫大家通翻個魚啦，或者係嚟到呢邊嚟作為一個加工嘅，全部都係免費噶。咁呢邊口味同個師傅講翻就 OK 噶啦。咁同時呢邊有一個稱重啦，以及一個免費打氧嘅服務噶。咁買咗之後咧，可以保證海鮮可以新鮮嘅翻到屋企。咁而家呢邊係屬於碰冬類自有嘅品牌專區啦。咁入邊有啤酒、白酒同埋呢啲好多飲品啊，都係屬於網上買晒斷晒貨嘅。咁大家係想體驗下碰冬類佢自有嘅產品啦，咁可以嚟到呢邊嚟挑揀啦。呢次調改之後咧，而家係配備咗18台自助買單機嘅，同埋6台人工買單啦。咁佢出邊啊仲有個便民服務嘅，血壓機啦、洗手台啦、飲茶嘅或者加冰站啊、身高測量、體重測量都會有噶。咁同時佢呢邊購物車類型啦、老人家、小孩同埋一成人都係各有選擇嘅。OK 啦，咁我哋都買翻咗啲嘢，咁我哋而家都去賣下單先。呢一次永輝超市嘅全新體驗整改咗之後咧，碰冬來模式另外有一個全新嘅體驗，相對有多樣性啦，同埋一個服務嘅升級，真係有一個非常之唔錯嘅體驗。如果大亞灣嘅朋友可以嚟到呢邊一齊睇睇，選擇下睇下有冇最新嘅體驗。